多谢明兰来看这个演艺界 Me Too 也是性骚扰风暴继续在传。今年6月有一个小姐伫面试指控2019年的时，和这个单身陈升性骚扰。这个小姐公布上新这个陈升单身的会室的批，为当时使用无礼，也是呢这个无妥当的对话方式呢，感觉非常的失礼。因过被害人无法度接受，伊强调讲内容甲迄一天被性骚扰的这个情形无共款。针对这个代志，单身的经纪人回复讲，正来了解其中的情形。啊，若是7月28，这个单身甲新报道康乐队要伫台北举办的演唱会，哪呢敢会受到影响？真个歌迷拢真关心。徛伫咧台顶唱歌跳舞，活泼的模样，互人看甲心情真好。歌手单身多算已经64岁，嘛是真敖唱歌。今年佮伊朋友海音嘉玲华点歌声，毋过即马就一个小姐普文指控单身某介性骚扰。小姐伫咧普文内底讲到，伫咧2019年9月9，伊含单身经纪人含企划同齐开会，新闻到位入门时，单身就一直咧介上，佮上真久，若会感觉真无爽快，佮硬要送伊秘鲁。第二摆见面的时是共一年的9月22日，伊迄天共款伫咧开会，想到单身一直咧探听伊私人的代志，甚至骹来手来强逼灌酒，佮讲真侪不水话。过程内底企划一直咧阻挡单身，毛被害者有机会当紧走。我们已经忍很久了，再忍下去会像火山爆发一样。当事人公开上新会室的批，单身讲因为7天专注设计，因有压力，所以请客户找你来公司讨论，讲话表现伤过头急，才会无礼貌，讲话无经过头壳，串讲侵犯用词，感觉真歹势。不过被害者无法度接受，伊讲迄封批内容对迄天的描述拢是伫咧转。反正迄就是伊的日常，所以对代志拢记袂清。不过对我来讲是灾难的一天。13号佮一摆普文，伊气甲讲，单身你的才气和作品，无应该建立伫咧别人上听。希望6月能够久未出的新宝岛。针对性骚扰指控，单身经纪人嘛当伫咧了解状况。若单身含新报道康乐队会伫咧7月底举办演唱会，真侪网友拢走去单身的留面册甲伊骂，要求伊爱好好向被害者回失礼。无人讲真正是有够失望，无法度搁继续听你的歌。演唱会敢会受影响？恐惊嘛是来看单身会如何去处理。嗨，我是映彤，记得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，站起来！